退！不可以跟他硬碰，宫女剑。 没事的，没事的，别怕。有你在，我不怕。你不怕死啊？要死就一起死啊！香烟哥哥，虫子已经走了。 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快点，走，快跑，走，快！林小雅，华天，顾家，小云哥哥，他们会不会已经死了？不会的，他们自保应该没有问题。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？ 那边有一条非常窄的通道，那边空间小，只有在那里才能杀了他。一会儿我把他引过去，你躲起来。我也要去。快躲起来！快去，进去！
要不走？那个虫子呢？哎呀，到处都是。啊，死掉了，死掉了。没事吧你们？虫子呢？死掉了。你们刚才去哪儿了？担心死我了。我刚才跟虎家还有韩贤，逃到洞子外的一个湖泊，那虫子喂水，才没敢追过来。谁知道这虎家是个旱鸭子，一进到水里，他就沉了下去。我们把他拖出来，好一通救治，他才醒过来。那画面呐，那可嘴对嘴啊，我都不敢看了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从虫子肚子里出来的，我们赶紧把它抬出去，离开这个地方吧。好。哎，李小雅，你那招嘴对嘴，居然可以救人啊！什么嘴对嘴？你们刚发生什么了？你自己问他。那你呢？你刚刚不是和薰儿、萧炎在一起的吗？别提了，我进那个山洞七拐八绕的，没一会儿就迷路了。再走，居然出了山洞进了森林，找了半天才找到我们进洞的山口，遇到你们。不好了，又生出小虫来了！抄家伙！哎呀！那边。小心点。这个山洞到底有多大？我也不知道，古书上没有记载那么多。不过我一路做了标记，应该不会迷路。这个，
我们一直都是朝一个方向走，不应该啊。怎么会这样？这次我们顺着绳子走，方向肯定不会错。又回到原处了。小家伙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燃烧异火是很费斗气的，我的斗气可不像你一样深厚。应该支撑不了太久了。你真没用！我就不信了。疯女人！你为什么要抛弃我？明明是你抛弃的我，好不好？你都丢下我一个人往前走，为什么不要我？他哪点比我好？他哪点比我好？我哪点不如他了？我为你做了那么多事情，你居然放弃我！你说，告诉我，他哪点比我好？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不要我？我长得比他美，武功比他好，身材比他好，你居然为了他放弃我？他哪一点比我好？你说呀！他没你好。骗我！骗我！你在骗我！想杀我！想杀我！既然你都不要我，那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。那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。哇！你疯了！你走开！哇！放开我！疯女人！放开我！
你个小淫贼！你失血过多，如果还不上瘾，你要再敢碰我的话，我就杀了你！小淫贼，等我伤好了，我就要杀了你！你们云岚宗的人都这么不是东西吗？你敢侮辱我宗门，我……不要乱动了，这些丹药我没有带动手，你再乱动我真的没有办法。死就死，我才不让你管呢！要让人知道你撕扯我衣服，我也活不了了。行，我不会跟别人说的。云岚宗天下第一，行了吧？云岚宗本来就是天下第一，老宗主从小把我养大，对我恩重如山，我不许任何人说云岚宗半句不好。这么听来，云山那个老家伙还是做了一点好事的嘛。你刚才为什么要救我？你别多想啊，谁知道这个山洞接下来还有什么凶险？我一个人还真不一定走得过去。你那个妹妹，不是你亲妹妹吧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都要死了，你就当陪我聊聊天。不是，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的。青梅竹马，那你们定过亲了吗？没有。傻小子，你那个妹妹一定是喜欢你，她看你的眼神都放着光呢。你别废话了，赶紧想想怎么出去吧。是。你救救我！你抱着我，我不想死在这儿。你救救我，抱着我，抱着我，抱着我，我不想死在这儿，救救我！救救我！
醒了，醒了就赶紧把手拿开吧。谢谢你啊。你妹妹的剑上怎么有毒啊？我妹不是那种人。你身上的毒应该是外面的毒气渗入到你的血肉里所致。这气体可真厉害，既能转换空间，让人迷路，又能产生幻觉，还能使人中毒，求生不能。难怪那么多年都没有人能够穿过这个山洞。你赶紧恢复一下斗气，等你恢复了，我们就赶紧撤出去。等我恢复了，我们要再出去试一试。我们连外面的毒气都对付不了，出去就是送死。咱们在这个小山洞里，现在不是很安全吗？里面是里面，外面是外面啊，大姐。这个山洞里之所以有那么多稀奇古怪，就是因为住着一种魔兽，叫气石兽。这种魔兽虽然只有巴掌大小，但是一旦有人入侵他们的领地，他们就会释放一种毒气，让侵入者有去无回。只要是魔兽就好办，找到它，杀了它不就好了？那种魔兽长得跟石头一模一样，除非他想让我们找到，不然我们根本抓不着他。而且他们刀枪不入，连一火都烧不死。就算找到，我们也杀不掉。外面那些尸骨应该是和你一样，贪心不足，想要穿过山洞，却被这个气石兽活活困死。真不知道山洞那边有什么，可以让你们连命都不要。正因为你不知道山洞那边是什么，你要是知道了，你也会拼了命想去。到底是什么东西，让你们这么疯狂？你知道魔兽为什么只在魔兽山脉附近活动，从不深入斗气大陆吗？因为在这里有一扇门，他们可以通过很远的地方穿越过来，但是门里面是什么，谁也没有见过。传说魔兽山脉的所有秘密，只要进了这扇门，就都能够解开。又有人说，那扇门里面有一个巨大的宝藏。当年斗帝和魂灭生学斗气的时候，都是在这扇门后面。他们两个一起修炼过？你不知道吗？最开始的时候，我也不相信世界上真的有这么两个人。后来是老宗主告诉我以后，我才不得不信。你们云岚宗的人最喜欢的就是不自量力。昨天围剿紫金翼狮王也是，连个照面都没有当，就已经被人家烧死了。你懂什么呀？那紫金翼狮王是看守那扇门的神兽，身上的半生紫金元能提高斗者的修为。如果能够找到它，得到半生紫金元，足可以少修炼30年。要不，你送我到门口，我把好处分你一半。我没那么大本事，我也没那么大福气。劝你一句，别那么贪心。哎，你干什么？行，那就按之前我们说的，你把我送出洞口，是死是活之后就跟你没有关系了，我自己进那扇门。真是服了你。也罢，真是巧了。什么巧了？喂，你干什么？这是犀角，这是通天蜥，我在魔兽山脉杀的。犀角的日月精华最能辟邪了，而这燃烧犀角的气体，恰好是这气石兽最喜欢的食物。你伤这么重，出去也是碍我的伤。我待会用这个犀角把气石兽引开，你听我喊你，就往山洞口跑。你小心。
萧逸，我给你洗脚，你放我们出去。你就收起毒气一小会儿。至于我能不能跑出去，就看我们自己的命数了。 准备。好。他们骗你什么呀？我在山下用一套功法换了藏宝图，但是这居然什么都没有。既然什么都没有，我们就赶紧退出这个地方吧。不可以。 在水里，入口居然在水里！哎呀，你都已经在鬼门关走了好几回了，居然还能这么贪心，佩服佩服！哎，陪我一起下去，得到的好处分你一半。我们的约定只是陪你走过山洞而已，已经到此为止。就算下面有惊天的秘密、绝世的功法，你也不下去。 我的朋友们还在魔兽山脉，我怕他们有危险，我得赶紧回去了。我不想杀你。你不会杀我的。为什么？你要是想杀我的话，你已经死了。你什么意思？ 刚才在给你疗伤的时候，我在你身体里留了一点异火。你要是起了杀心的话，你现在已经成了灰烬。你，你这个臭小子！没办法呀，我打不过你。我要是不死的话，我会来找你。 凤女，跑哪儿去了？有个女人偷袭了我们，把我抓去打魔兽了。趁她不注意，我就逃了回来。是什么人，竟然如此大胆？705院的子弟，我也不知道。
什么也别说了，你们每个人记一大过啊！明天不准你们进山了，自己好好反省反省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回营地去。走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那个女人没伤到你吧？都怪你事儿多，没事吹什么哨子呀？韩风本来就看我们不顺眼，这下好了吧？一人一个大过，还哪儿都去不了。血，别管他。能进来吗？进来，进来！有什么事吗？能不能进一步说话？你有什么想说的，就在这说了吧。事关我们两家的生死，我不是在求你。听说白天你们从这儿下到悬崖里去，怎么样？有受伤吗？有什么话就直说吧，不用拐弯抹角的。你对血宗了解多少？不了解。你问这个干什么？这是性命攸关的事，就算你恨我，也要告诉我实话。我的确跟血宗的人打过一个照面，不过也就仅此而已。那你身上的异火是怎么来的？跟他们交手的时候，异火是否能克制他们的斗技？什么异火？你与白山交手的时候放出的，台下有见识的都知道那是异火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根本听不懂。我收到家里800里来书，血宗泛滥，已进入斗气大陆，要对5大家族下手。我家首当其冲。听说异火能克制他们的独门斗技，我便来求证一下。我连你都打不过，哪来的什么异火？更何况纳兰家斗技超群，何须畏惧血宗？纳兰小姐，你也太看得起我萧炎了。你若还记恨我，来刺我一剑便是。家中有大事，我只能厚着脸皮来求你。血宗的可怕之处，主要是他们的血液里有毒虫，也就是蛊虫。只要中了他们的毒，蛊虫就会进入血脉，就会对下蛊人言听计从。唯有用异火烧遍全身，才有可能驱除。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些。谢谢。韩长老，外头了不是？这儿也没外人，按辈分，你得管我叫一声师叔啊！啊，大侄子。
你把老头藏哪儿了？什么老头？跟我装糊涂就不好了。我师傅，药尘，我知道他就在附近。说，藏哪儿了？你觉得你今天不说，你能活着离开这儿吗？哟，挺有胆儿啊，想动手是吧？咱俩过招那是同门过招，正好我看看你的功夫，放马过来。引分式浪尺。这招叫星陨阁的摘星手，你娘没教过你。这什么破玩意儿？不是咱们星陨阁的东西吧？重来。第二式。星陨阁的光碎银河你也没学，你娘怎么教的你？就这还敢跟我动手？要杀就杀，别废话。我可以不杀，只要你告诉我老头藏在哪，把他交出来，冲着我师姐，我饶你一命又何妨？要我说也不是不可以，不过你也得告诉我一件事。条件还不少。好，说，你是怎么害死我娘的？告诉你也无妨。魂殿的主人允诺了我一个让我无法拒绝的好处，条件就是杀了师傅。所以我趁他不备，轻而易举地夺了他的性命。当初我把他的血涂在自己脸上出去喊人，等我回来的时候，大家伙都看见你娘在师傅身上哭，你娘是一句辩解的话都没有，直接杀出重围就跑了。后来才听说，他被4大家族围攻，畏罪自杀了。其实这件事情啊，很长时间以来，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，直到我在你身上看到了异火，我才明白了一切。你知道什么是最强的斗技吗？是人心，是你身边最亲近的人几十年来处心积虑的算计。星陨阁的宝藏在这里面吗？是啊，当年你娘拼死把我救回来，我怕这些传承千年的宝藏落入坏人手里，所以就叫你娘全部搬进来，跟我一起封印在这儿。现在请你把本来属于我的异火还给我，把老头交出来，我保你不死。你找老头，老头也在找你。你放心好了，
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。我7年前敢杀你，你以为我现在就怕你？我娘当年忍辱蒙告，拼上性命也要保护药老。人间有忠义二字，像你这样的人，永远都不会明白的。杨老，我差点被你徒弟害死，你却还在睡觉。想来抢狮王的东西，我见一个杀一个。姑娘，我不是你的仇人。嘿，是你啊！姑娘，我身上有好几瓶丹药，有一瓶是用来疗伤的，你帮我取出来，给我一个好不好？我这里有解毒的，你看你都中毒了，你也吃一个，晚上我们俩一起出去。你都到这儿来了，还想出去啊？你都已经中毒了，你还笑得出来啊？我不是中毒，我这是恶难毒体，生下来我的血液里流的就是毒血，比毒蛇还要毒。这种体质是代代相传的，我娘就是这样。这恶难毒体有一个专门的功法，叫做天毒功。那些毒蛇、毒虫子都是我养的，都是我练功用的，他们都听我的指挥。姑娘，天毒功可是一门邪功啊，处处杀人于无形，练了它的人都活不过30岁。你这是何苦呢？你听我一句劝，恶难毒体虽然是天生的，但你也可以选择做一个好人，是不是？你真的是迂腐可恨啊！你说话就说话，你翻什么脸啊？你跟我爹一样，就是个烂好人。我从出生的时候，他就恨不得把我弄死，多亏有我娘护着，我才活到了5、6岁。
别的小孩打我、欺负我、骂我，我爹总说是我的错，逼着我去跟人家道歉。那个时候我就知道，这个世界上连我爹都觉得恶难独体天生就是错的。后来我娘一气之下，她就教我练了天毒功，她让别人都怕我，谁要是敢欺负我，我就毒死他。那你娘，那你爹，可真不是东西。哎，这回你还算是说了句人话。姑娘，你为什么要来魔兽山门？紫金翼狮王为什么会听你的话？你怎么这么厉害啊？后来我爹知道我娘偷偷教我练功的事儿，跟我娘吵了一架，就把我娘给休了。我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了。我就想着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死了算了，是这紫金翼狮王把我给救了。从此以后，我和紫金翼狮王就相依为命。那天，那些穿着白衣服、拿着剑的家伙要抢走狮王的半生紫金元，而且狮王还受了伤。我为了保护狮王，我就偷偷埋伏在树林里，给他们放了毒。这个世界上最坏的，不是恶难毒体，也不是魔兽，是人。姑娘，云岚宗做事确实招人恨，可是你要知道，哎呦，这个世界上好人还是很多的，咱们也可以试着做一个好人，对不对？你觉得你是好人吗？我不是坏人，反正。那我问你，你们到山上来干什么？失恋。试炼干什么？打魔兽。打魔兽？人家魔兽打你们没有啊？魔晶是人家身上天生的，你凭什么抢走啊？打魔兽，取魔晶，可以提升斗气啊。难道你认为魔兽生下来就是该让你们练功用的吗？人家要是练功，今天摘你个肺，明天拿你个新的，你愿意吗？我练功的时候，那些毒蛇毒虫子我都不杀，还天天拿血喂他们，拿我自己的血喂他们。你们这些人真是坏透了，还说自己是好人。可是，取魔晶还可以炼丹救人命啊！救什么命啊？生病了，受伤了，死了就死了呗，死了活该。难道魔兽天生生下来就该是让你们做药用的吗？你们迦南学院不是口口声声说要什么行善除恶？我看啊，最恶的就是你们了，还有那些佣兵团，还有那些修炼的斗者，个个都该死。我说不过你，姑娘，你行行善，让我把那药吃了好不好？我现在眼睛已经看不清楚了，耳朵也嗡嗡作响。哎呀，我再不吃药，我真的还要死了。吃什么药啊？反正也都快死了，你也出不去了，狮王也受伤了，你就乖乖的待在这儿，给我们陪葬吧。不要这样，人只要还有一口气，就还有无限的可能。姑娘，你帮我疗伤，我一定帮你找云岚宗报仇，好不好？我杀了他们几条人命已经够本了，现在狮王已经身受重伤，怕是活不了多久了。我呢，已经想好了，我也不想出去了，我就在这儿陪着他。你呢？你是来杀魔兽的，你本来就没有安什么好心，你死在这儿还冤枉吗？别挣扎啦，到哪儿算哪儿吧。姑娘，我的师父是天下第一炼药师，只要我能活过来，你的毒我能治好，狮王我说不定也能治好，拜托你了，
帮帮我。我觉得还是一起死了好，省心。萧炎，萧炎哥哥，萧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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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干什么？是你害的他。昨天晚上他找你来着，就知道他一见到你就会出事。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记着，他少根毫毛，我杀你全家。你可别冤枉好人。跟我来。放开！就是这儿。昨天我和萧炎说完话就离开了。你看这树周边的草，都有被斗气所伤、被火焚烧的痕迹。一定是我走了之后，萧炎被什么人袭击了。你说什么我交戏吗？我只记得昨天萧炎哥哥见了你之后才失踪的，和你脱不了干系。你，哎，薰儿，我看打斗痕迹到这边就没有了，也许萧炎是往这个方向去了，我们一起去找找吧。哎，走走。怎么样？死了的感觉很舒服吧？我死了吗？刚才在阎王那儿过过堂了。他说你坏事做得太多，罚你陪我一辈子。看来你也不是什么好人啊。怎么样？有没有被我骗到？有，姑娘，你简直是太厉害了。我叫萧炎，你呢？先过来，见过紫金翼狮王殿下。狮王在里边。怎么？你怕了吗？走吧。你跟他说一下，我要给他检查伤口。我刚才可是听说你会炼药，所以我才饶了你一命。你必须把狮王治好。我尽力。哎，人家是给你治伤，你发那么大脾气干什么呀？怎么样了？剑气已经搅碎了肺腑，应该是撑不久了。我做不了什么。你要是死了，我也不活了。你不许死，听见没有？不许死！你一定不能死！
把他身体里的剑气炼化，这样至少可以减轻他的一点痛苦。你还好吗？我没事。这样的神兽不应该死得没有尊严。你吃了它吧，这是狮王的礼物，半生子金元。这就是半生子金元。每年丧病数百人，都是为了他而来。你走吧，在洞门口放一把火，把我们烧得干干净净，也算是交情尽了。这个半生子金元我不能要，这里面是小狮王吧？留给他吧，他长大以后也好对他娘有个念想。哎呀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？天生地埋本来就没有什么。再说了，小狮王长大了，他自己也会长出半生子金元的。你摸一摸他，将来他会记得你的。好了，你离开吧。记得在洞口放一把火，把我和狮王火葬在一起。我知道，天生地埋，可就连这样的魔兽都有娘，难不成你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？你的恶难毒体我能治好，之后就让我送你回家吧。你刚刚说你叫什么来着？萧炎，哼，萧婆婆，你快滚吧！我不管，你告诉我你爹娘在哪，我去找他们，我不会让你一个人死在这里。否则呢？什么否则？你才多大啊？我身边有很多好朋友，他们都是很好的人，我可以介绍给你。我不喜欢很好的人，那你跟我打交道总可以吧？我不想跟你打交道。哎，那小狮王怎么办？老天爷照顾啊！哇，老天爷照顾，这个山上所有的人都要杀他。你和狮王去见阎王爷了，他怎么办？我可是看见你刚才流眼泪了。那又不能说明什么。那至少能说明你能喜欢兽。你能喜欢兽，你就能喜欢人。我不喜欢人，我喜欢我娘。可是我娘找不着了，或许她已经死了。我娘也已经死了。好啊，那我去下面，我跟她打个招呼。那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在乎你的人吧？没有。那你爹呢？我回去，我爹也不会要我。什么？为什么？他说我长得丑。胡说，你很漂亮。我恶难毒体，我能治。我爹说我将来没有男人要。我要。你说什么？我刚刚啊？我肯定要。你要我干嘛？我要你跟我一起回去接受治疗，要你像一个正常女孩子一样活着，要你跟我在一起，而不是天天待在这个破山洞里面，跟那些毒虫、蜈蚣、蛇在一起。你是可怜我，我是喜欢你。那你会娶我吗？我会娶你的。
我还要带你去见你爹，告诉你爹，这个女孩子她很好很好，可是她现在归我了。我爹他说的不对，不是没有人要我。什么声音？紫金翼狮王。昊天，你斗气不行，留在这别动。哦，我斗气不行，你们可以，打得过狮王。是，去不去？要是真碰到，可就回不来了。去，就这样灰溜溜的回去，会被人看不起。没错，这一辈子能和紫金翼狮王打一场，也是一桩壮举。行吧，师哥我就跟你们疯一回。昊天，干嘛？你离我们远点，要是不行，掉头就跑，回去传个话，别让我们死的没动静。哼，师哥，你真啰嗦。走。萧炎，我叫小医仙，你记住了吗？啊？我是小医仙。记住了。那个，在这里，我诚恳地向各位老师、同学们道歉，是我萧炎玩心太重，所以我才大半夜的去镜子岩，结果就不小心遇到一只，这么大的野狗。还有这么大的野狗？对啊，可厉害了，它还有斗气，把我的玄中尺都抢走了。韩长老，你听说过魔兽山脉上有野狗吗？你听说过？那条野狗站起来跟韩长老一样高。这么厉害的野狗，那没把你一口咬死？因为那条狗它傻呀，它傻就让我逃过一劫了呀。幸亏它傻呀。我还真没听说过，野狗还有斗气的。是，它的斗气呢，跟我还有点像。再后来啊，我就被那条狗咬得实在受不了，我就跳下了山崖，正好就落在了一个山洞口，然后我就掉进去了。你说你掉到山洞里，为什么不呼叫我们呢？你不是有哨子吗？你知不知道，那天我们大家找了你一整天。你要再这么让人不省心的话，你让我回去怎么跟米藤山长老交代？真的对不起若琳老师，我那个时候吧，斗气耗尽，连吹哨子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后来呢，还是一个老爷爷救的我。哦，还有老爷爷。
那他是什么人啊？那个老爷爷，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，他不让我说。不过那个老爷爷告诉我，叫我不用怕那条恶狗。如果那条恶狗还敢再冒头，他就亲手打碎他的狗脑袋。